本次节目主持由陈氏老乡倾情加盟。哔哩哔哩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家小区总有一条狗和我重名的好传动画的导演怀佳佳。大家好，我是大理寺日志的原作者，腰上有6根钢钉的钢铁海豹王 RC。我是贫穷的动画公司老板大牛。现在我们的片子《大理寺日志》正在哔哩哔哩热播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感谢大家，多多三连，多多三连。大理寺日志终于上线了，最想跟大家说的话是啥嘞？感谢。希望观众朋友们有钱捧个钱场，有人捧个人场，我们能不能活到第2季就看大家了。咋选了大理寺这个题材和故事背景啊？最早的时候呢，大理寺日志这个灵感来源是徐克的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当时我看完电影之后，觉得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当时就是凭着喜好画了一些同人漫画，直到后来它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原创的独立作品。后来呢，好传动画联系到了我，他们觉得这个作品非常的有意思，想把它直接作为一个原创作品开发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大理寺日志。动画比着原来的漫画，咋多了那么多外传和原创的呀？这是咋想嘞？就画都画了嘛，别浪费嘛，就能用上的都用上。其实是为了丰富咱们的这个世界观嘛，因为他之前像RC老师做了那么多的东西，我们想，如果这个东西都给大家看到，让我们这个动画里面，大家能更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项目，这个大理寺日志，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然后同时也是动画需要，因为动画改编嘛，肯定要加一些东西的。有的观众说动画节奏有点慢，恁制作组对这事儿啥看法？就是我完全尊重观众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观众是骗不了的。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是个开饭店的，对吧？这个东西他要么就不爱吃 ，OK， 我尊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没合您的那个胃口。然后呢，您喜欢吃，那我们感激。如果您觉得它味道差了一点，就比如说它节奏慢了或怎么着，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并改进的地方。因为观众的口味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这个东西是往外卖的，我们必须尊重您的意见。然后呢，我感觉就是太短了。如果这一集时长到1个小时，然后 B 站能50集连播，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会完美的解决。您想看什么内容，直接导就可以。所以说，我们希望老板下一季，我觉得主要这个节奏问题就是导演的问题，对，因为导演的能力不太好。是，大家下次再说节奏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艾特导演。真的，我觉得时长太短了，我们希望下一季长一些，再长一些。谢谢，老板。对，不过导演最后良心发现，做了一件对得起大家，但是非常对不起我的事儿。我先在这里给大家道个歉。既然说到这个，我一直说过一句话，就是我现在欠你们的，你们想看到没有的，都是我欠你们的高利贷，我会加倍还你们。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可能要重置12集，进行了一个自虐式的一个改造吧。然后想让大理寺日志第1季结束的更好一点。然后这个事情可能会导致拖更，导致放鸽子。然后希望大家能理解。然后如果有什么想骂的、想说的，就骂我，都是导演的锅，就骂我们老板。感谢大家的谅解。导演已经承诺在未来的2年内1分钱不要，免费的来为好传动画进行工作。是的，好，来还债。好，这个好，立字据。好。我想说2句啊，关于节奏上面的一个问题。因为是这样的，大理寺日志在原作上最开始它就是以日志的形式开始的，所以在前半段它也是以这个动画也是以日常为主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些原因是，大家其实可能已经知道了主线后面的内容，所以急切的想看到后面他们一个一个出场，但是可能迟迟的就没有就是看到他们想看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有一种感觉。但是还是那个意思啊，我们要是1集能做到50分钟，可能就是日常的部分2集就差不多就弄完了。对，我们的核心的这个思想是一样的。对，就是太短了。对，就是下一季我们要是能有个1个亿、2个亿的，可能就能达到大家的愿望。不用那么多。
少卿的眼珠子动画还做的怪好嘞，是咋弄成那样的呀？花钱。动画上线后会不会看弹幕啊？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弹幕？就是辛苦了嘛，辛苦了，满屏的那个，然后当时我就一边哭着一边跑到屋里，就是，哎，对吧？这么说是不是特别可爱？你觉得？秦道熊皮，劲道，劲道，认字吗？劲道，导演是文盲。小小的小鲸鱼说道：“我终于省略号，你终于省略号，泪目省略号。你充大会员了吗？不充大会员不要泪目。不行，这样太……可以，请扫下方二维码，谢谢。陈实等于陈（括号 C 实括号 S） 等于禅实。”看似随意的名字，其实大有深意啊！原作哦，哎呀，你让我说就剧透了，你知道吗？陈实他这个名字是有深意的，但是你说铲屎，就少卿好歹是个就是会自己上厕所的，浅薄而又片面。就终于我们老板话开始变得多了起来。然后木里木瓜说，本来在感叹猫也好帅。结果突然看到弹幕，少卿的衣领好像那什么伊丽莎白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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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咱们下次还要开发同款的伊丽莎白圈，黑的。太莫喜欢李太白说到，罗小黑更新了2帧（括号不是），是怎么不是？官方授权，官方授权更新2帧，官方授权。嗯，对，我们这4舍5入等于外包嘛，对，还帮人做了2帧呢，是吧？啊，哎，找木头要钱，找木头要钱，对。木头，请扫这个，扫下方二维码，谢谢。咱还图想看一下第6集的录音棚现场嘞，现场实况是咋样的呀？现场描述是吗？当时郭胜老师用框已经都扣不住了，就是感觉真的就是特别可怕。就是其实郭胜老师，我之前也说过，就是郭胜老师是一个很沉得住的人，然后忽然有一天。我说这集就只能这样了，就实在是压不住了。然后郭老师回去也去刚看了很多素材啊，听了很多的朋友家的猫就发春什么的那种声音，然后回来就是极力的还原了当时猫的那个叫的那个感觉了。我觉得郭老师真的很棒，我这辈子都没听见他发出过这种奇怪的声音。少卿还有没有洗澡的机会？少卿会有的，还是那句话，我之前说过。欠的都是高利贷，还的时候就要加倍还。邱将军的头盔为啥有俩小翅膀？要不是什么，还能是天线吗？但是实际上是当时的文物，然后当时的铠甲设计里，上面有翅膀，这确实是一个就是现实，就是史实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类型的头盔，是查阅资料得到的一个结果。对，动画能能做几集啊？就是做到我们倒闭为止。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会坚持做下去，做到老板实在做不起了为止，做到我们倒闭吧，对吧？就是只做1季，是这个意思吧？对，马上就要倒闭。哎，这个我们加油，加油，老板，去赚钱去吧。最后对粉丝们说点啥吧？就是对不起大伙儿，跪着说，去你！我跪着说。跪。不好意思，我知道这个事儿其实对于一个番剧来说是一个很致命的事儿，就是放观众鸽子。但是这个事儿就是容我任性一回吧，我还是想把这东西做得更好一点。就是既然大家之前打了那么多辛苦，那我们就真正的就实打实的辛苦一回了。还请大家原谅。然后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对，有担当。没有办法，感谢，跪了，算了，跪了。但将行好事，莫要问前程。这上面不是写着吗？那个兢兢业业业主事，然后流芳百世早破圈。大理寺日志一飞冲天。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古建的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会儿还挺痛苦的。就是要重置12集吧。编到最有意思的是啥？就是先挠前半夜，挠完了差不多出去吃一顿，然后再回来接着干。所以这个就是不停的就是左边的我和右边我在打架。我记得当时导演怀导跟我们的出品大牛跟我说，就是，
要燃一点，但还不能太燃，所以就是作为制片，我的内心是崩溃的，就是跟导演啊，跟老板啊也是撕了很多轮这个，但是还是拧不过他们，所以最后重新做了计划，然后排了周期，然后也追加了周期，追加了成本。最主要的还是说在画面当中的元素，里边的一些景物元素，在生活状态上和氛围上的一种还原，去往中国风中国古代的那个环境去靠。可能你需要某种效果，对吧？那么你先想出来，然后咱们想想怎么把它实现，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其实大家可能没有非常多的人知道，其实叶宇这个形象是我们的运营总监啊，就是非常感谢他为大理寺日志做的这一切吧，就是最起码献祭一个嘛。我本身是历史迷，就是对大唐这段的历史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当时在第一次看到漫画的时候，就他这一点就直接就戳中我了。然后本身我又是个猫奴，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在后边在做项目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坚持去贯彻的，包括一些考究的这个历史背景，然后一些这个猫的萌点呀什么的，都是希望有小私心，然后夹带私货在项目里。首先保证一个宗旨，就是我还是希望它能好听。毕竟旋律是能够讲故事的。如果你要说我的这个什么秘诀，就是我比较喜欢卡点嘛，就是踩点，对，就是比较喜欢逐帧的看到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接入点，音乐的进点跟出点，以及它每一个音符的变化，对于配乐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最害怕的事情也是导演来动剪刀，对啊。戴耳机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理寺吧，支持国产动画，支持大理寺，好好支持我们，没问题的，良心。然后其实粉丝们之间的那种热情激情，我们是第一感受人，然后我们觉得粉丝们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当时那个第一集就是片尾的时候，好多满屏的辛苦了，然后就导演他说他哭了，真的是哭了。就是我们看见导演就一个人默默的背影，然后钻到他的小屋里，然后开始默默的抹眼泪，然后就，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制作人来讲，就这件事是，莫大的动力和认可吧。就是我们就是好多就是制作部的小伙伴都在说，哎，我看这个弹幕还能再战500年，所以我们是对粉丝希望能够表达我们由衷的感谢，希望继续支持好传，继续支持大理寺。就是我们其实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然后也希望最后呈现的效果、呈现的质量能让观众老爷们满意吧。谢谢。天纵的巨入山河